有冇人啊？救命啊！都这个点了，还有人敲门？这位大伯，有什么事吗？卒之有人出嚟啦，後生仔啊，唔係，道長，求你救下我啦！大伯，你先别慌，这是怎么了？人命關天，唔急啊假咯！我睇怕係遇到厲鬼敲。厲鬼敲門？唉，道長你有所不知噶啦，我哋鎮嗰度呢，有件事好避忌嘅。半夜如果聽到有人敲門，一定唔可以應門。如果應咗啊，唔使幾日就會大禍臨頭噶啦。呢前排啫嘛，我哋嗰度就有一家人喺半夜全部冇晒啊！一家人都……係啊，一夜之間大人細路都冇晒啊！陰公，仲有我屋企對面賣茶嗰個人啊，都話聽到半夜有敲門聲。有我之前嘅事，大家都叫佢小心啲㗎。佢又唔信喎。然後呢？之後佢個女咪冇咗咯。佢個女啊，平時都唔點出門口嘅。唔知係咪半夜佢個女開咗門啊？第二日起身，佢就見到道門開住。個女喺屋梁嗰度吊頸死咗，風一吹，仲喺度搖下搖下。一開咗門呢，就實冇命噶啦。發生了這種事，那你們有報警嗎？報警？唉，報警梗係有報啦。但係警察調查咗幾日，都話查唔到啲咩出嚟。什麼線索都沒有？有乜可能揾到啊？嗰隻鬼嚟噶嘛？你們為什麼篤定是什麼厲鬼，而不是人幹的？咁講落又一匹布咁長啦。1個月之前。就有人話夜晚見到有女鬼出沒，搞到大家都人心惶惶。我哋鎮長就派人去查啦，結果真係見到喎。聽講係個紅衣女鬼啊，頭髮好長嘅，仲着住件好邪嘅紅色衫。所以鎮長就叫我哋自己平時小心，鎖好門，費事出事啦。唉。紅衣女鬼，好像越說越玄乎了。道長，你唔係唔信啊嘛？呢啲咁嘅嘢，寧可信其有啊！也不是這麼說。唉，咁樣啦，道長，如果你親眼見到，肯定就會信。不如你跟我翻去睇下。這麼說，你也親眼看見了？咁我又唔係親眼見到，但係琴晚有人嚟敲我門口啊，實冇好嘢啦。我當時喺2樓瞓覺，敲門聲大到嘈醒咗我啊！這還沒弄清楚真相呢，你先別嚇自己。真相？
真相咪就係厲鬼害人咯。道長，你幫下我啦。可是我一時間也不知道怎麼幫你。吓？但係你唔係道長嚟嘅咩？這個我聽講你哋觀嗰啲道長都神通廣大，可以點燈燃香、驅鬼安魂噶，乜唔係嘅咩？我真係走投無路，先會諗住嚟揾你哋幫手㗎咋。確實是有這回事，不過我覺得這種事情必要的話，還是再去找警察吧。我求下你啊，道長，你一定要幫我哋啊！我哋成個後羅鎮都會多謝你噶，錢方面我一定會俾足噶。倒不是錢的問題。等等，你是後羅鎮的人嗎？係啊係啊，估唔到道長你知我哋後羅鎮喎。沒什麼，有所耳聞而已。我跟你走一趟。啊，真係噶！多謝道長救命之恩，多謝道長救命之恩。倒也不必這樣，不過你要讓我點燈的話，我想想，我得先去觀裏請幾道符。你在這兒等我一下。哦，好好，道長咁你慢慢啦，我喺度等你。我們走吧。抱歉，剛剛忘了問，請問怎麼稱呼？哦，道長唔使客氣，叫我老馬得噶啦。去我哋後羅鎮有啲遠，你跟住我啊。好。啊，對了，老馬，能和我說說後羅鎮嗎？哦，咁啊，梗係得啦。我哋後羅鎮呢，就係位置比較隔涉，過咗前面嗰座山先可以去到嘅。傳說呢，鎮長嘅祖先係帶住屋企人走難，先走咗去山嘅嗰一邊。結果啱啱入山，佢哋就喺樹林入邊蕩失路。樹林入邊周圍都係霧氣，乜嘢都睇唔清。
蕩下蕩下，唔知蕩咗幾耐，佢哋差啲就要餓死啦。忽然間聽到樹林出邊有敲鑼聲，咣咣聲，成個樹林都聽到喎。佢哋跟住鑼聲就行翻出嚟啦。之後落到半山腰，見到個揸住鑼嘅神像，哇，仲唔係羅神顯靈？之後鎮長嘅祖先就喺嗰度定居咗落嚟，修咗間廟，多謝羅神救翻佢。聽講啊，到咗而家，鎮長屋企嘅人都可以聽到羅神嘅指引噶。原來還有這樣的傳說。道長，你睇下，過咗呢片樹林，好快就到噶啦。唉，不過呢度啲路唔係咁好行啊，成日都好似鬼打牆咁樣，點都行唔出去，但又聽唔到傳說中嘅鑼聲喎。鬼打牆？那其實是因為夜晚看不清，人的兩邊步伐長度不一樣，造成的迷路現象吧。哇，犀利啊！道長果然係道行高深，我一句都聽唔明嘅。唉，總之係好邪啦。不過確實是走着走着就走回來了。今次難行咯。我條腰骨，又開始痛啦。先在這兒休息一下吧。啊，對了，老馬，從剛才開始，這裡為什麼就開始飄着奇怪的紅霧？唉，啲霧都唔知喺邊度嚟嘅，一直都有嘅。不過應該對人體冇咩害處嘅，但係就係好難揾路咯。那旁邊這些墳墓，嗰啲墳啊，都係葬我哋鎮啲人嘅。邊個屋企人走咗呢？本身係要埋去神廟嗰邊嘅山頭，之後敲響個鑼送佢安息嘅。但係嗰啲屋企得佢自己一個，又或者俾厲鬼害晒全家嗰啲，咁啊，梗係冇人送啦。鎮長咪叫我哋葬嚟呢度咯。點講都好，都有個落葉歸根嘅地方啊。老馬，這是？哦，呢個碑啊，係我細佬嘅。你還有個弟弟嗎？係啊，我老豆老母一早就走咗，自細就剩翻我同佢。呢個衰仔啊，係我一手一腳湊大嘅。這樣。不過我家裏人也去世得早，能體會一些。唉，好在有呢個衰仔咋，如果唔係得我自己一個，肯定撐唔住。佢都算爭氣啦，喺我哋鎮就出咗佢一個教書先生，而且佢仲……唉，算啦，都係唔提啦。那倒是比我好很多，抱歉，你也節哀吧。節哀？哦，道長你誤會啦，呢個碑咧其實係……喂，你點會喺度噶？老馬，你去哪兒了？紅色的衣服，你是誰？